空气污染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研究嘛显示讲 ，PM2.5是治疗气癌上重要的原因咯，佮以气栓癌上济。也毋过目前只有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健保才会来负担标靶药物。其他人要用这款的药物，一个月爱开10外万，所以真侪病人就会放弃治疗。因是呼吁政府就爱用健保来提供气栓癌的免疫治疗，落实医疗边缘。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10大死因癌症排第一。台湾癌症基金会指出，伫去年肺癌的发生率、死亡人数和癌症末期个案数量拢创下新高。原来肺癌当中有70%是肺腺癌，但是敢若有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健保才有负担标靶药物。若是无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除了化疗有健保负担，若要搁用较好的免疫药物，一个月就要自费10多万，负担真重。没有肿瘤基因的突变，这一群病友呢，也占了将近30%之多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不适合使用标靶药物。那对于他们而言呢，目前都还是使用健保给付的传统化疗。所以呢，病人常常说，同病不同运。台湾癌症基金会嘛指出，和10年前比起来，20至60岁劳动力族群得肺腺癌的个案是增加9成，对个人的健康威胁真大。有医生表示，无肿瘤基因突变的患者也有占3成才济。不过，若用化疗，搁再加上免疫药物治疗，存活率甚至会当加1倍。因呼吁政府爱甲肺腺癌免疫治疗列入健保。虽然一开始来这么严重的病人，你只要慎选药物，他还是有办法可以，我们叫做疾病痊愈。我们希望终结这群弱势病人的一个窘境，那未来让我们所有的肺癌的病人都可以得到一致的一个公平的治疗的一个程度。基金会嘛指出，大清在竞选总统的时，要画出健康台湾的愿景。因认为对发生率上悬的肺癌落手来改善是上要紧的目标。嘛希望立法院甲5治控以后的新政府会当落实医疗边权。记者卢尚书、郑春友台北报道。